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edy 頻道。有好多網友咧就問我，究竟間屋安唔安全啊？幾時需要重拉電線呢？咁如果你見到呢個片段呢，前面呢啲相呢，就係由1950年開始，就去到1980年左右嘅電箱嘅相啦，好似排骨咁樣樣。咁咧呢啲呢，就電箱都有40年，咁啊電線更加唔使講噶啦。有時可能60年、70年，亦都唔知。咁呢啲呢，一見到就知道一定係要重拉電線噶啦。因為換一個電箱呢，就大概200磅成本，但係要重拉電線呢，等於全屋要大裝修，要拆爛晒天花地板，咁先可以拉到線嘅。咁就可能就要至少2000磅至到7000磅不等啦。好啦，跟住電線嘅壽命大概有幾長呢？官方數字呢，就係20至30年左右。咁一般呢，我哋用緊嘅電線呢，喺英國都可以用到40年左右嘅。咁之後呢，就會出現跳掣啊、漏電啊等等等等嘅問題會發生啦。最嚴重嘅當然係佢裏邊受唔到熱，電流過大，燒線啦、着火啦。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嘅電力設備呢，同40年前嘅電力設備係已經係冇辦法比較噶啦。咁呢，越嚟越多電子產品呢，咁就令到電線嘅負荷過大啦，同埋以前唔需要有咁多線路啦。咁點樣分啲電線嘅顏色而知道佢嘅年紀呢？咁就幅圖有寫啦。大概紅黑線呢，就係2006年之前嘅電線啦。咁而家用緊嘅全部都係藍色、啡色線。咁而見到呢，所有係鋁線嗰啲呢，都建議更換嘅。乜嘢會令到電線嘅壽命縮短呢？天氣過熱啦，譬如好似香港嘅地方啦、非洲啊、亞熱帶地方啦，居住環境潮濕啦、惡劣啦，同埋電線嘅布線方式啦，都有影響。仲有太陽光嘅直接照射啦，會影響電線嘅老化啦。而電線長時間高電量流過呢，亦都會影響佢嗰個壽命喎，裏邊嘅電質密度呢都會有影響嘅。而英國樓呢，我亦都試過有蟲害嘅問題啦。喺閣樓有啲電線呢係走明線，有老鼠咬啊，有松鼠咬嘅情況啦。呢條片之前都分享過噶啦，就係個燈線搞極都搞唔好，跟住要上到去樓上嗰個單位度，先至揾得翻條電線出嚟，大概10米長就俾佢咬咗10口8口，咁啊撞到疏疏地啦。而跟住落嚟呢，就介紹下電箱裏邊嗰啲電掣係咩嚟噶啦。而家第一個介紹呢，就係橙色呢個叫 Surge Protection Device 呢，就係譬如有啲閃電啊，多餘嘅電壓突然間入咗電網入屋呢，咁就會影響到你屋企裏邊嘅電子設備，尤其是 EV Charger 呢，係全屋最貴嘅電子設備啦，所以建議呢都一定要加翻落去。同埋呢2018年以後新加嘅電箱啦，或者新屋啦，都係需要加呢個。我亦都發現好多新樓呢，偷雞冇加呢個 SPD 嘅。咁呢，如果未過保養期嘅朋友呢，咁就可以睇下屋企有冇呢個裝置啦。跟住第一個呢，紅色呢個呢，咁我哋就俗稱叫做大掣啦。咁一打落嚟呢，咁啊全部掣就全部冇電啦。咁啊緊急時候可以用嘅。第二個介紹就係 MCB 啦，上面有個數字6、16、20、32、40呢，呢啲就係代表電流通過嘅數量，係保護電線用嘅。咁超過咗呢個負荷呢，咁呢佢就會跳掣噶啦。下一個介紹呢，就係 RCD， 上面有一個 test 掣，撳落去呢就會跳掣噶啦，咁就可以保護人嘅。咁呢佢就係detect 佢嗰個正負極，究竟佢嗰個數量有冇少到走咗去第二度呢？咁就即時跳掣保護你嘅。
而下一個呢，我哋就係俗稱老鼠尾嘅，就係 MCB 加 RCD 嘅合體，咁亦都有一個 test 掣嘅，咁可以保護電線，亦都係保護人嘅安全嘅。我哋做電力測試呢，其中一個項目呢，就係測試呢個 RCD 識唔識跳啦，係咪一個指定時間裏邊識得跳嘅，咁就係咪可以有足夠嘅保護啦。咁相信唔使講都知道觸電係會致命噶啦。咁最多時候呢，就係漏水或者佢本身係帶電嘅，冇足夠保護啊咁樣啦。而英國呢，又經常會有漏水嘅問題，咁就大家真係要小心，要安裝一個漏電嘅保護措施啦。打翻水灑在延長線上，當時赤腳的他觸電倒地，整個人軀幹又沾到水，再次觸電，他的女兒撞見，趕緊叫家人報警。在腹部到骨盆的那個衣物上面有水積的現象，然後腳因為患者躺的狀態下，然後腳底那邊有水積，然後上面有延長線。